今日係2025年5月24號，都係圓明園設立真獻子紀念日6週年。咁今日呢度咧將會舉行愛國報國、不忘初心、愛國主義教育主題活動。呢度係歷經滄桑嘅圓明園，每一塊磚石都記載住我哋過去的歷史，同時呢度都係我哋中華民族精神嘅覺醒地。喺距離北京2000幾公里外嘅一位廣東梅州籍嘅愛國老人，點解會同圓明園有淵源呢？1993年3月，真獻子先生應邀嚟到圓明園，目睹當時圓明園滄桑遺址，為咗搶救保護圓明園遺址，建設遺址公園。曾博士當時表示，為咗修復圓明園圍牆，捐資人民幣800萬元。通過本次活動呢，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了曾老先生樸素的愛國主義，也是讓我們更知道了，我們內地和香港的青年一同祝福祖國、愛護祖國的這些樸素的心願，也希望我們祖國各地的美好青年能夠團結起來，振興中華。啱啱我哋個教育活動咧，深深感染住我哋在場每一個人啦。咁喺呢度，曾主席可唔可以同我哋嘅香港青年提幾點期望呢？每年嘅5月24號，圓明園紀念我父親，認為真獻子紀念日。咁其實希望更加多嘅香港嘅青年朋友，如果嚟到北京時候，都可以嚟睇一睇我父親嗰個銅像，同埋了解一下佢嘅事蹟，知道更加多上一輩嘅人對於國家嗰種情懷。我哋係中華民族，我哋係一個非常和平嘅民族，都希望大家過得更好。通過文化，通過教育，都要了解我哋國家發展嘅歷史。呢啲蜿蜒嘅圍牆唔單止係歷史嘅年輪，同時都係我哋走向未來嘅精神紐帶。咁當我哋行過呢啲蜿蜒嘅圍牆嗰陣時，不妨去觸摸，去感受其中嘅溫度，去感受呢個跨時空嘅赤子之心，去感受喺我哋中國人血液入邊嘅愛國基因。曾獻子博士嘅愛國精神深深感染住我哋每一個人。愛國愛港就好似一場馬拉松，現在接力棒已經傳到我哋新一代年輕人手上。我哋會不忘初心，為香港、為祖國嘅發展貢獻我哋自己嘅一份力量。